3支步槍、300發子彈，係響警方搜查被告屋企嘅時候發現。而警方嘅報告寫，嗰批武器係響被告屋企隔離嘅雜物房發現，而唔係屋企入面。因為嗰個雜物房係冇上鎖嘅，所以控方你必須要證明嗰批武器係由被告而唔係其他人擠喺嗰度。而好明顯，控方你冇將其他可能性列作合理疑點，並且意圖誤導本席。而家本席要求控方重新檢視所有證據，起訴書必須符合事實同公正兩大原則。長官，我哋雖然熟，但係有合理懷疑，我都要問多句，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樣嘢點解會喺你架車度出現？係咪警方嘅嘢嚟？冇錯，係政府公文，係鑑證科嘅同事喺你架車嘅座位下面揾到。咁你應該首先問下你啲夥計，會唔會係唔小心咁賴低咗？呢塊紙碎唔係屬於鑑證科嘅同事，應該係嚟自一本值日警員嘅記事簿。但係搜證當日並冇值日警員在場。我架車唔見咗24小時，喺呢段期間有咩人可能接觸到架車？我覺得你首先查下自己人先。你咁講嘅意思係？喺半年前有個沙展勾結黑幫，俾我判監3年，而佢唔係唯一一個俾我定罪嘅警察。你想暗示啲咩？你仲記唔記得爆炸嗰單嘢？當日點解有人可以大搖大擺將一件疑似炸彈嘅物件擺喺 office 度？咁就足以證明我同你之間身邊都有一啲唔可信嘅人。你認唔認同？係咪熟口熟面啊？我啲字跡嚟嘅喎，你喺我本值日簿裏邊嘅。我用咗足足2日，對比晒所有值日警員嘅字跡，我先揾到你。可唔可以俾個合理嘅解釋我？嗰日我喺警察局裏邊唔見嘅，本簿唔知攝咗。你唔知道唔見咗任何政府公物都要上報嘅咩 ？Madam， 你喺邊度揾到嘅？喺架失車上面，仲要係一架涉嫌撞到人之後不顧而去嘅失車。我需要一個解釋，點解呢一張紙會出現喺嗰架車上面？點解你要問我啊？你審我啊？係咪因為我出自舊城區啊？你識得戚長榮？即係舊城區出嚟嘅，都同戚長榮有關嘅。咁你識唔識得馬山步？係偷車嘅疑犯，佢都係嚟自舊城區。喺你哋眼中，個個舊城區都係賊嘅。你未回答我嘅問題。唔識。我問多你一次 ，Madam， 我係警察，我唔係賊。因為偷車仔啫，一定同戚長榮有關嘅。因為俾人撞到嗰個係韓灰龍個仔韓江。你暫停職務。隨時向你展開內部調查。麻煩簽一簽收啦。唔該晒，陳生。呢位？舊嗰架我哋唔揸噶啦，過嚟。嚟，出去遊下車河。嚟啦！
上面寫住嘅日子係莊心聲稱自己唔見咗本簿嘅日子，跟住巡官嚟報失架車，然後韓江俾車撞到，全部都係同一日。唔好唔記得，我哋嗰日仲踏咗好多韓灰龍同戚長榮嘅靚翻嚟。嗱，仲有馬山堡。我覺得最奇怪嘅仲係登記簿又唔係啲咩值錢嘢，有邊個會想嚟偷啊？仲有最後一個可能性，雖然我仲有啲保留，但係都唔能夠完全排除呢個可能，就係我哋嘅自己人。和時間就如烈火燒光每個可能，過無餘力去追問，心裂痕在心，伴隨熱火吹身眼光，不知火燒翻過如一，埋沒對錯更不忍。心眼被煙燻，前隨鬥爭光與暗，察覺相近，遮蓋是非心，被略線質問，是誰斷情不見正義，而遺憾得仿似自問自答參不透難斷，望着平靜人言，但莫是理智，退到腳邊失完靜注視。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，落入命理空入茶餘，漫長路建立好日子暗指，白望來心在淌血，莫着命定，但我是理智。退到腳邊失了靜注視，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，落入命理空更詫異，漫長路建立好日子暗指，盼望內心在淌血。